首有哈，那个帅哥，你要点什么歌？你可以点，但是我真的不一定会哦。赵雅。赵雅跑走了。好，跑走我们就继续吧。再来一首合奏的好了。好，来，大家都很喜欢的香囊金桃，老师上面听。两支金桃是啥物？酱米啊。香囊金桃。我明明就做高档，不过我爱做破头，够稳住的。不要紧，我是红花配衬那个绿叶。来，开始哈。